Show Pip and No， 大家好啊，我係 Kiwi， 歡迎嚟到 Check 真啲。2026年係15-5規劃嘅開局之年，喺今年全國兩會入面，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同政協委員嘅累積建言，呈現出好鮮明嘅務實特點。冼漢迪代表提出，香港應該鞏固同提升離岸人民幣樞紐地位，探索數字人民幣跨境結算，為硬科技企業赴港上市提供政策支持。霍啟剛代表提議，將香港國際機場全面納入國家3+7+N 國際航空樞紐戰略佈局。姚祖輝代表就聚焦航運物流，提出構建粵港澳大灣區組合港模式。呢啲建議同提案唔再停留喺宏觀嘅政策呼籲，反而具體到產業、項目同機制層面嘅實際施工圖。梳理過去3年香港特區政府嘅施政報告，可以清晰咁睇到佢對標15-5規劃嘅戰略遞進脈絡。由2023年提出發展總部經濟，到2024年構建高增值供應鏈服務中心，再到2025年將發揮出海平台作用獨立成篇，並首次明確2025年係國家15-5規劃嘅謀篇佈局之年。呢個標誌住香港正從年度施政思維向中長期戰略規劃作出深刻轉變。所以今年全國兩會入面，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同政協委員圍繞對接國家15-5規劃遞交嘅建議同提案，同特區政府施政報告入邊嘅具體部署互相呼應，顯示出香港喺國家發展大局入邊角色嘅積極轉變。亦都係從參與到對接嘅行動深化，正以制度創新為筆，書寫一國兩制實踐新篇章。視覺變咗，心態就變咗。當香港開始用我哋而唔係我去思考問題，當香港嘅規劃開始主動同國家戰略對標，當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同政協委員用國家戰略嘅語言去講述香港故事，呢樣比起任何宏大嘅慶典都更能説明。香港正以全新嘅姿態融入一個更大嘅發展坐標系。今年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同政協委員嘅提案，呈現出明顯嘅體系化特點，形成覆蓋經濟、社會、法治等多個維度嘅完整建議格局。霍啟剛代表嘅建議，將香港機場全面納入國家3+7+N 國際航空樞紐體系。因為點解係1+3+7+N 咧，都係尊重一國兩制嗰個前提啦。因為我哋喺航權嗰度同國際嘅談判咧，係有一個所謂香港特區獨立嘅一個條件嘅。呢個意味住咩呢？意味住香港係國家航空網絡入邊一個核心節點啦。航線規劃、資源配置、功能分工都要喺國家大盤入邊重新定位。呢個唔止係合作，而係融合。再睇李慧瓊代表。由低空經濟到數據跨境，佢關注嘅唔再係香港要乜嘢，而係香港可以喺國家規則體系入邊貢獻乜嘢。內地研發製造，再加上香港金融服務嘅協同模式，本質上就係喺國家產業鏈入邊尋找香港不可替代嘅價值環節。陳曼琪代表提出對接國家15-5規劃，鞏固香港國際法律樞紐嘅建議，主張建立大灣區統一仲裁規則。推動香港調解機構喺內地設立分支機構，鞏固同提升香港作為國際法律服務同埋爭議解決中心呢個位置。最重要就係對接國家15-5規劃，而家就係建議啦嚇，助力國家咧係建設涉外法治㗎。姚祖輝代表就聚焦航運物流，建議構建粵港澳大灣區組合港模式。咁我認為咧，應該打破我哋大灣區各個港口之間嘅行政同埋營運壁壘，推動大灣區港口嘅資源整合，優化粵港澳大灣區呢個組合港。透過港口代碼共享、監管互認、數據互通，提升香港國際航運中心能級。呢啲建議同提案，將香港嘅優勢同內地嘅需求精準對接，體現咗國家所需、香港所長嘅深刻內涵。回顧14-5期間，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同政協委員嘅提案，大多聚焦喺點樣融入，強調香港要把握國家發展機遇，喺大灣區建設入邊穩準定位。而進入15-5開局之年，建議同提案嘅主題已經轉向點樣對接同埋點樣引領，強調香港要主動設定議題、創新制度供給，服務國家戰略。
呢個轉變嘅背後係愛國者治港原則全面落實之後，香港管治團隊施政能動性嘅明顯增強，係香港國安法實施之後社會秩序恢復、發展環境嘅改善，更係國家發展進入新階段，對香港發揮內聯外通作用提出嘅更高要求。2026年全國兩會閉幕之際，回望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同政協委員嘅建言獻策，一幅香港主動對接國家戰略、深度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嘅藍圖已經好清晰啦。我哋今日先傾到呢度，再見。歡迎訂閱我嘅 channel，我哋下期再見。